辣椒配料先热锅翻炒，炒出呛辣香气。调味起锅后，将酱汁平均淋在虱目鱼上，再送进蒸汽箱。15分钟后，这道火辣剁椒虱目鱼就能上桌啦。Hello， 这边打扰一下哦，那你久等了，谢谢。较早伫台南要食，拢爱去迄个南纺。做欢喜我住伫中西区，做欢喜即马中西区嘛开一间开放，所以最近其实还未开的注意啊，开了嘛足紧的，招好朋友来食呢。这算是第一次来，对，那之前想说有机会来的话，可以尝试他们的川菜风味的菜色，因为我觉得对于麻跟辣这件事情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剁椒鱼这道菜肴一般都会选用鲈鱼，不过为了台南的新展店开饭川食堂南区区主厨洪进发，特别运用台南出产的优质虱目鱼入菜，做出这道连挑嘴的台南人都欧乐的火辣剁椒虱目鱼。它的口感非常的特别，就是非常软嫩，然后它下面还有加豆腐，吃起来就有很多层次感这样子，然后入口就觉得用虱目鱼感觉又有那种家乡的味道，吃下去就觉得入口即化，非常好吃。原本我们是用鲈鱼，鲈鱼，那这次我们在台南这边展店的话，就是把鲈鱼汰换掉，是用台南的在地的虱目鱼去取代鲈鱼，然后做成就是剁椒的一个虱目鱼的料理，融入一个川菜的一个味型，融入川菜一个味型，那用主厨的一个特制的一个剁椒的酱料。那下去做这一道料理，那吃起来的一个口感啊，就是辣味中有带一点酸香味，那吃起来是越吃越过瘾，越吃越好吃。不止火辣剁椒虱目鱼，这道黄金元宝菱角酥也是使用台南的菱角来制作，充满咸香的金沙做法也获得许多消费者推荐。喜爱川菜口味的朋友，不妨可以前往星光3月台南新天地的开饭川食堂，试试这台南现地的好滋味。记者张硕维，台南报道。